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水当当的画面。中华职棒第6队台港雄鹰成立了后，独独就是欠一支的啦啦队。即摆球团宣布了，要来举办着啦啦队的宣布的活动，讲无限性别、国籍，按年薪是保证50万，阁会当参加海外的培训。这个资讯一个公开，这个年薪50万，去互民众吐槽了。讲安尼算算咧，一个月薪水4万外，但是都爱练舞、跳舞跳几工的，讲安尼薪水伤低咯。也毋过嘛有人点出着关键的重点，就是会当争取着现工的机会。若是跳到有知名度，要啥无的，包括这个通告、代言、主持费，拢会当趁甲888。伫球场边跳舞，甲球迷同齐加油，是真侪少年查某囡仔的梦想。随中职第6期野球队台港雄鹰准备坐船，球团嘛宣布要来成立一支加油队。公开要来兴加油队队员，性别国籍无限制，强调保障一年的薪水50万，规当先飞到海外培训。不过消息一个出来，扣真侪民众吐槽，薪水乃这么少，做槟榔设施搁较济，安尼算算落来，一个月只4万块，逐工练跳舞，搁要练几工。毕竟他们感觉是辛苦钱啊，也是那种演艺事业那种感觉，应该会比我想象中再多一点，不太划算啊！大热天啊，然后又要去那边跳。不过讲正式的，真侪查某囡仔参加加油队，拢是为着要上镜头。某业界人讲，跳一场球赛费用是伫咧6000块卡头，球团事上会互因基本底薪，或者是保证逐个月8场到10场的表演，费用超4-5万。就比商品卖，球团卖本红互因，佮加上直播的收入，真侪查某囡仔经营直播3-4年，都赚几若百万。若是知名度有够，会有活动含广告代言费，或者是通过主持费，拢比本正加油队收入悬真济。它不是我们最主要的薪水来源，算个底薪。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一般工作的中阶主管的薪水吧。有名的乐天查某囡仔林湘，就是可以好身材、甜美美的面膜啊，和真侪市场卖将傻甲要死，出席一场活动，上少30万的收入。来自中信兄弟加油队的坤坤嘛，请到日本去，看上当地周刊的方面嘛，担任综艺节目班底主持人，广告代言坐，会顶半年就赚400万。球季还未开始战，赚钱都已经赚到油洗洗，含新球队借出来50万比拼，这个亏有影是啥？大家注意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